语摕来谈，心识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特别用台湾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一只船仔头红红，驶去海岸要掠青蓝。别人掠有几落百人，咱若掠无就手空空。这个俗语是咧讲咱金山红港蹦火渔民因的心声。啥物叫做蹦火呢？咱连面才来了解。伫这进前，咱先来去看港口的故事。台湾四面环海，因为早期海洋贸易经济发展，所以讲台湾头到台湾尾港口是真普遍。画家陈玉珠参伊的翁婿陈武定转台湾踅透透，就踅了63个小渔港，引用彩笔将渔港的故事记录落来，有港口的宁静味，嘛有人甲大海、土地互相牵绊的感情。陈玉珠伊嘛为港口写诗。小小的渔港，亲像一蕊一蕊的小花，展开心胸，迎接海洋的倾诉。一个一个的小渔港，拢是咱岛民航向无垠的出口。台湾岛的周边，渔光点点，弯弯翘翘的海岸线上，一个搁一个的小渔港，亲像一粒搁一粒的水钻，宽射做闪烁的盘帘。宽岛沿着海岸线公路，载着画具甲画布，走找小竹塔的脚迹。只要有小竹塔的海湾，就是渔船的故乡。即马，咱就对着因的作品来熟悉渔港的故事。南门蚵八斗望海岸，阁有这个落地厝，哇！这渔港吼，我拢去过。不过呢，只不过是这本册内底的一部分。这本册内底吼，总共有63个渔港，而且吼，拄则咱影片内底有看到，阁有真水的图，阁有真好听的诗。这两位作者是啥物人呢？今仔日咱嘛真荣幸，甲因请到来现场吼，来甲咱同看卖伊的创作的心得。咱来欢迎到咱的陈玉珠老师甲陈武定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即摆现场看到讲有一幅图，这幅就是成功渔港对无？成功是伫咧什么所在？成功伫台东北边，成功北边就是石腿，嘛足水的。石腿，所以成功是一个真好的中心点。阮伫遐计名，往北会当画石腿，往南画成功港，下骹嘛搁较南嘛有通个画，是迄个东河迄个包是，遐有一个这金樽渔港，嘛足水。尤其咱台东的迄个海岸线吼，有关山，阁有这个太平洋，所以讲这个地形应该是世界会当算讲独一无二啦吼，有这个特殊的这个人文地景啊咧。非常少，是真少。差不多大家港拢是大地方岸拢足水的。是海港路山就去了，就去了。阁有人，当然人足好啦。是，老师你刚分享一下无？你伫这个过程中间你碰到一寡人吼，有啥物人情味的故事，甲咱分享一下。阮对这个成功港来讲，成功是阮去画过30多遍，30多遍做出来图当然七八十张。哦，厉害！阮对台东成功这个港足熟的，熟到什么程度？熟到阮车驶入去到市场，车门拍开，人落来。老师你真久无来啊？是。你即马有较少年安尼。我像阮太太真介意成功街内底迄个米粉羹。是。阮甲迄搭米粉羹食到什么程度呢？拢熟悉。阮去甲迄个饭客放咧，开始含头家娘含遐其他的人客市场的人开讲遐有无？恁兜鸟鼠还阁有无？恁兜猫剩几只？讲这有诶无诶？
等后到阮讲煞，人已经甲阮款好啊，拢免讲伊就知影我要食啥。是吼，就敢像讲等于到后头厝的感觉。对对对。啊，伊佫有一个真感动人的一幕，就是讲阮像讲我去渔港，有一遍我已经款沙西米，足大体，这沿岸要煮的，是，款伫遐，啊，欠白米饭啊。对啊，你敢若有菜无饭？无饭，白米饭配沙西米足好的啊。是。啊，阮太太就去迄个自助餐店，是买2碗白米饭。是。啊，顺便硬一个空心菜。是。啊，硬好吼，当然爱算数啊，30块，30块互伊了。头家娘讲吼，阿送，我今仔吼卤这鸡肉、鸡腿吼足好食的。不过我卤了伤济，是啊，拜托你吼，帮我斗食一。这个理由真多啦，就是讲要请你啦。惊伤着阮的自尊心啊！啊，就廖正讲是善请人安尼，拢连白饭拢无。敢若食白饭，敢若食白饭安尼吼，这种川菜。鸡腿就对便当客去啊。啊，包起来就是无爱算钱啊，要互伊一定无收啊。是。啊，煮好人就很好意啊，煮好面皮厚厚甲摕走啊。啊，其实心内足感动啦。是。啊，但是我足困扰的。啥怎讲？因为我一杯沙西米伫遐，我食沙西米就已经有够啊。啊，结果搁这支鸡腿来，我毋知要安怎。头拄仔讲到成功，啊，即摆来讲迄个石腿。到底这个石腿吼是安怎水哈？伊的人文风景啊，到底有啥物咧？互你安尼遮尔啊卖吼，卖甲安尼无失魂失魄安尼。石腿这个港，伊的边仔是有一个石腿风景区，遐有伫海边有足大粒的、足特别的石头，是，所以本身遐就是一个真有趣味的景色。是。啊，这个渔港这边呢，就较无人会去关心到。但是阮入去到渔港呢，就发现讲，这个港呢是伫一个山下底。山下底。路边咱看过路边一粒山，是。那像迄个尖尖的馒头，馒头较尖头的，是。啊，拄下底是这个港，啊，所以为这边看过呢，这个港呢，就是拄下有一个靠山伫遐，啊，港水伫遐吼，足安静的。是。啊，若是为港内底看出来，迄个山呢是连过来一个。一个粗粗的山，嘿，是有人爱足长过。啊，搁伫遐的时阵天气的变化，好天、歹天，伊的景致拢总无相共。是，所以阮会去伫遐画足济。啊，搁足特别遐的人情味，因为遐的人遐用原住民。伊边仔的长老拢是阿美族的。阿美族的人呢，拢足亲切的。足热情的。嘿，啊，伊嘛是讲，伊袂特别去插你啦。伊就是看你，无管你是不是原住民，还是汉人啦吼，就是大家拢做平等的。啊，阮做爱去边仔迄个渔港的迄个一个小食店。原住民伊经营的吼，啊，寿糕，阮嘛已经拢买甲足熟的啊。去到地寿糕会小人问我，啊，老师恁足久无来吼，啊，阮不是去嘿，啊去呢，阮做爱踮遐坐踮遐食饭，啊，听边仔迄原住民坐规道伫遐。大家伫遐讲话，讲甲足欢喜的。是。一个人凊彩讲一句话，啊，其他遐人就安尼笑甲足大声，足欢喜。老师啊，你认为讲整个吼，咱台湾的渔港的水吼，是伫个什么所在？台湾的渔港的水吼，咱西边吼，这个边缘的所在，当然伊变化较少嘛。是。不过因为边仔拢有真水建筑物，啊是港内底有庙。啊，庙的起发拢小可无相像，到目前为止有的拢是东部，是甲北海岸，是啊，咱东部甲北海岸的渔港拢是海来港来的公路，是来到真水的山，是差不多拢都是安尼。啊，沿路尤其东边拢是原住民，只要原住民的村落，是有原住民的所在。绝对安全，有人就安全，尤其原住民。是，可我这10年来，都是证明伊讲的，原住民是一个真好的民族。是，搁再谈拄啊，阮太太咧介绍石腿，因遐人原住民阿美族的人伫遐咧讲话的时阵吼，我捌注意甲听，我甲偷听，我听无啊，
是，但是我要听啥？听看因讲的阿美族的语言内底有掺着台湾话无？有掺着客话无？是有掺着华语无？是甚至有掺着日本话无是？日语我听有掺着日语无？结局拢无，拢无，非常好。是，规岛的人拢咧讲因阿美族的话，这咱爱向因学习。所以讲吼，咱台湾啊有遮尔侪渔港，差不多290外个吼。啊，老师呢，伊已经行到63个，所以讲啊，朋友啊，2礼拜行一位，啊，咱要用偌久的时间来行透透咧。所以讲吼，唔通咧袂记啊。行入咱台湾的风景吼，就亲像投入了母亲的怀抱。所以讲，大家爱有这个心情去了解到咱台湾的人文、历史甲地理。感恩2位老师，感恩。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金宝里风港伫每一冬的热天，有真侪渔船摒暝工，用风火掠车篮啊，这种传统的掠鱼方式是渐渐啊失传咯。你个拄头冲落去，你掠久啊嘛，咱遮嘛差不多30外只，30-40只。我跳礁啊遐也嘛安尼几十只，乌了也有哦，中角遐嘛有。不过野鲤也有啊，拢种斗咧，无了要7-80只哦。这几冬就是哦，我看是，伊只游轮迄只迄个拍遐去哦，遐油直伫遐油拢大底落哦，啊，迄个污染遐鱼啊拢落较袂活。伫几啊10冬前，澎湖啊风火船为北海花渔港石门。甲旧河港是满满市，掠鱼的范围是自新北市石门到宜兰的南方澳仔的海花，有真侪风火船掠鱼的卡车。不过，现主时打伫金山风港有风火船，就正作为世界唯一的掠鱼方式。差不多4-5点就要开始准备山顶的工课啊，钓绳啊，无就天风啊，差不多出港的时阵开始找鱼啊，用探明机啊，开始探迄敢有鱼仔底无，看到鱼仔的时阵就会点火啊，开始做夜班。退学的时阵想讲，无就转来讨海安尼，像这也无少年仔来接啊，无菜。无即摆伊讨澎湖迄阵，无就船长阿仔拢70岁啊。以前一个海卡会当趁30几万嘛，30-40万。头一年趁9万，旧年趁3万，今年趁1000几块啊，是感觉讲鱼仔哪少啊。虽然收入无稳定，生活歹维持，也毋过。伫遐一世人wat海食海的渔民，有缘走伫这个所在。这当无好望后冬，这道袂使换别行。今日暗时，因敢会大丰收咧？咱拄则呢看图，也有读诗。即摆呢，咱要进一步去了解到咱台湾的渔港的文化甲渔业的文化。今仔日嘛，真欢迎再度邀请到咱金山文史工作室的创办人郭庆林老师来到咱的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啊，讲到这个金山吼，咱讲到红港对无？咱其实呢，影片内底嘛有去介绍到过这个红港吼。红港是伫咱北部嘛吼。虽然讲我住台北啦，但是吼，行到到的这个机会吼，会当算讲真罕得去啦吼。你甲咱介绍一下红港到底这个风土地情吼是啥物款的情形？红港是北海花吼，你金山古早有4个渔港内底一个，嘛是算4个渔港内底上大的一个渔港。上大的。伊较特别的就是这个名，
伊个名的原因有两个，就是讲早期为西班牙的人来遮想要找咱这个硫磺。哦，嘿，所以讲是硫磺的磺，对，哦，磺港，红港，所以伊硫磺呢有一段时间为遮出口。是，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阮遐有一条上大的溪叫做红溪，红溪，红溪呢离遐出海，离遐出海伊其实早期是一个自然的溪沟啊，是，变成一个港，哦所以叫红港。是安尼，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因为红溪有硫磺，有铁质，所以包括这个溪离港区这个边啊，有足侪温泉。温泉是啊，所以伊的水啊，就是拢较侪温泉的水。所以迄船啊，逐工拢咧泡温泉。是安尼，爱皮肤较好。是安尼，因为咱普通吼各地的渔船啊，因为伊长期浸伫海水内底，是，伊拢有一寡迄个附着性的生物，像迄个藤壶之类，啊，伊般附着上去吼，也释放迄个酸性的物质，就会甲迄个船啊吼。腐蚀掉，所以别位的船啊，伊就拢爱上岸，一年爱上岸几落改，爱用火甲烘来烤掉个顶擦。是。啊，阮香港的船啊，拢免用这，系因为逐工拢泡温泉，皮肤较好。所以讲迄个海底遐个有诶无诶，袂卡伫顶悬。是。是安尼。所以讲这个风港啊、风溪拢甲硫磺有关系，是，对无？啊，所以讲哦，这甲咱头拄仔看到迄个硼火啊，嘛是有真深的关系嘛，对无？应讲来讲就是讲电土啊、电石吼，甲硫磺伊是无关，但是伊必须有若以早天然的咧开采的时阵，伊嘛需要有这个火山的地质，伊才有这个物件。是，系啊，当然伊即摆拢是用人工工厂出产的。不过我嘛是真好奇，就是安怎硼啦，是用什么落去硼？其实早期吼无硼火啊这个名，是吼。早期吼其实是用竹啊做火把，出去成鱼啊。是。啊，迄当阵叫做虾船。虾就是伊迄个网啊吼，足大支的，一边头拢10外尺。差不多你1938年开始，就是日据时代，开始有这个铁工，有去用了电土。是。早期其实。嘛无即个仪器工品，是，因就是敢若船啊这套物件，啊共款你烧铁啊，是，啊伊当用这部物件当放在船顶，啊因为伊即个有一个好处，因为以早其实用竹啊火把无声，是，但是无声嘛袂使，为什么呢？因为吼，因爱扎一寡棍啊，还是用骹去扎的船帮，是啊，制造声音去惊扰鱼群。迄鱼啊，就着惊，啊，就跳起来呢。就看现呐。火再吸落去。是。啊，伊即马发展到安尼，变做讲伊是声光效果俱佳。安尼吼。了解。土海人有真侪家己的语言的一个系统啊吼。啊，当然啦，迄俗语吼嘛，有真侪拢讲着关于着土海的这件代志，尤其硼火海嘛，一定有真侪俗语。啊，伫恁迄个风港迄个所在吼，大家较实行的这俗语，大家一讲拢知影俗语有偌济啊，有差不多，你会当甲咱分享一下。你句就是讲跳桥啊，掠鱼啊食。是。阿里佬啊，熬探听，海尾啊，弄鱼啊行，有诶掠无就对人行，掠无就对人行。是。啊，头一句迄跳桥啊，掠鱼啊正是啥？什么意思？头前讲的拢是地号名。哦。北海岸阮金山边有一个叫做跳桥啊。跳桥啊。所以迄是地号名。对。啊，跳桥啊，遐个人吼，迄当时听起来是安尼听起来是讲掠鱼足够掠。真够掠，所以讲变成正。变正就对啊，鱼啊正，掠鱼啊正啦吼。是。啊，里佬啊咧。阿里佬就是咱即马石门的一个草理渔港，叫做阿里佬。啊是原住民改号的嘛？嘿，原住民的一个地号名。是。伊的意思就是讲，啊，咱吼若出去找鱼，爱浪费时间体力，搁咱爱开一寡成本嘛。是。啊，规鱼吼用探听。人若掠有，咱才来去；啊，若掠无，咱就莫去。对。是，所以讲第三句。第三句讲海尾啊，弄鱼啊惊，就是讲。明明有鱼啊，这海尾啊，这可能较袂晓掠鱼吼，鱼啊叫弄走的，走了。所以讲这啊拄啊好啦吼，你弄下你爱甲弄起来无毋对，但是你要弄伤过头去，就像鱼啊弄走了。是安尼吼，所以讲哦，
到第4句就是安尼，有诶有掠有诶吼，就掠有，啊若掠无诶吼，只有缀人行。是安尼，啊，迄真心性呢，啊，搁有我有听讲哦，这嘛是，或者啥，低食到困无下行啊，这俗语意思是如何？这句俗语其实上会当表现出渔民吼，你船顶海上的生活。是，嘿，啊，伊用这3项吼来譬如因的情形啦。讲头一个讲叫做低食。咱拢知影渔民吼，你船顶其实拢无倒啊伊啊。是。哦，有当啊跍的坐就食。是啊。然后大家明明手捧一碗是饭啊，啊，结果海涌破来。啊，是雨落去，啊，就变敢若像喷啊，敢若像猪你食的喷啊咧，是，啊，所以讲叫做猪食。哦，食的物件就像咧猪咧食物件，伊个感觉。是。够困。因为够困吼，其实狗拢无困规暝啊。有影咧。吼，但是啊，若鸟啊安怎，互风吹草动，伊就爱起来啊。嘿，其实伊目睭起，但是耳啊吼，拢一直咧听嘛吼。是。吼。是，啊，就是。渔民因为伊出海啊，只要譬如讲有鱼仔的消息，还是啥物情形，伊随时都爱起来应付，起来做事啦。是。所以敢若像狗咧困，无规暝甲铁光啦。哎。啊，摸迄行咧？摸迄行就足简单啊，咱就去船顶船安尼掀来掀去啊。哦。啊，你咱要行好势，就敢若像摸迄安尼，我都行直咧。啊，对。刷来刷去安尼，所以讲有影吼，这真侪种真心色吼，啊嘛真有这个生活的气味吼。啊，当然啦，咱一开始有讲到讲吼，迄咱澎湖啊也好啦，啊咱讨海人吼，其实这接咧讲的就是尤其是香港这个所在吼，讲一只船啊头红红，啊这。哦，即句讲一只船啊头红红。使去海岸要掠车人，别人掠有几落百人，咱若掠无手空空。唉，有影啊，掠无手空空，但是唔好怨叹，唔好甲人计较啦吼。其实大家拢是一家人，吼。今日感谢郭老师来到咱的现场，跟咱分享这，感谢呢，感谢。这时间真紧，就一空暂时离开着真不甘，大家若是无去嫌，伊咱后礼拜才过来谈，嘛才过来谈。报道歌顶用台湾俗语甲故事来甲乡亲博感情，后礼拜请继续收看报道歌顶。